涌村俾人嘅印象係舊、老化、充滿恐懼同罪惡。首先等我哋了解一下呢度居民嘅背景同居住環境。22年前，葵涌村落成入伙，居民主要係嚟自長沙灣嘅艇戶，佢哋環境唔係好富裕，一般嘅知識水平都唔高，仔女又多。早期嘅公共屋邨居住標準係每個人24平方尺，10歲以下嘅當半個人，所以葵涌村每個家庭住嘅單位都好細。佢哋嘅仔女逐漸長大，居住密度更加擠迫。目前平均一個單位129尺就住咗5個人以上，而家嘅居住標準只可以住3個人。葵涌村總共有42座。設計得密麻麻，一座貼一座，好少空間。比較大嘅空間都用嚟做咗街市，嘈吵，衞生環境差，到處都係垃圾。呢啲情況可謂見怪不怪。日久失修，好多外牆都已經脫落，有啲廁所嘅窗亦都俾人破壞咗。呢類舊式屋邨嘅廁所係同住家分開嘅，2戶人分用一個。近期廁所經過改建，竟然成為目前葵涌村一個大特色，就係居民時時都自嘲話呢度嘅廁所靚過民居。22年前搬入葵涌村嘅夫婦，佢哋嘅仔女相繼長大，有啲成家立室之後就搬開住，剩翻啲老人家。呢個屋邨除咗老人家多，仲有唔少隨街玩嘅青少年。好多都係仍然要依賴屋企嘅拉仔拉女，佢哋冇人理，有啲就學壞，甚至加入黑社會。3年前，村內嘅販毒情況相當嚴重。當時我哋訪問過一啲居民。有時譬如我哋個區咧有啲樹木啦，咁佢會掛喺啲樹上邊啦，或者有啲咧就係有啲雀籠吊喺街度，可能咧就已經攝咗啲白粉啊咁。鐵閘旁邊可能嗰啲窿窿罅罅都可以攝到啊咁。同埋即係好多人都可以睇到嘅呢啲。曾經有衝鋒車啊，有差人啊咁樣截一架私家車嘅，但係咧都守唔到，就收尾有啲即係睇下佢，再跟住睇下佢啦咁。見到原來喺嗰啲拎嗰度啊，就可以攞到件貨出嚟咯咁樣。基本佢日日都係咁樣做噶啦，佢當我哋睇唔到噶啦。3年後嘅今日，葵涌村販毒嘅情況係點呢？黑社會分子係唔係仍然活躍呢？玲瓏盛警署警長3年前調離葵涌村，負責指揮2隊特遣部隊，一共12人，負責掃毒工作。今日葵涌村嘅販毒活動由3年前全公開，變成目前只有幾個販毒組織偷偷摸摸進行。3年前成行成市嘅所謂白粉超級市場幾乎絕跡，聽聞話有啲轉咗用傳呼機去交易。葵涌村嘅罪案記錄亦都喺嗰1年內下跌咗1/4。舊年罪案有241宗，喺整個葵涌區裏邊算得係低㗎啦。警方話偏低嘅原因係啲壞分子轉為喺區嘅邊緣犯事，唔敢喺區內活動。不過呢度黑勢力仍然係鞏固嘅，警方加強鎮壓，佢哋就稍為收斂。警方形容葵涌村嘅罪惡好似一個浮喺水面嘅波，一唔撳落去就會浮咗上嚟。警方啊，時時都係留意呢個村㗎啦，因為點解咧就特別咗就係加強咗。尤其是過去2年添，就警方嘅人力咧就係特別喺度加強咗。即係如果唔加強，會唔會呢條村真係一個炸彈咁樣計時炸彈？呢啲暫時未可估計啊！如果假如話少啲咁理佢哋咧，相信後一輩啲細路仔咧會繼續壞落去。毒品同黑社會係分唔開嘅。警方雖然話村內絕少真正黑社會會員。不過，佢哋表示自稱黑社會會員嘅就非常多，當時估計有400幾500人，各據地盤。根據我哋當日搜集到嘅資料，葵涌村自稱黑社會嘅地盤分佈喺第1座至第13座，屬於自稱為新義安會員嘅地盤，人數大約有80。14至18座自稱和勝和地盤，人數大約100。
19至22座自稱 14K 孝字地盤，人數大約60。24至26座係自稱和利和地盤，有30人左右。下村方面呢，27至33座、36至39座係自稱 14K 拜爐嘅地盤，人數100左右。34至35座係自稱 14K 梅字地盤，人數20幾。40至42座係仲未有自稱黑社會嘅地盤。葵涌村上村與及下村嘅黑社會各有地盤，河水不犯井水。不過大家嘅關係呢就非常之唔好啦。呢一條分開上下兩村嘅馬路就係雙方嘅邊界，馬路本身係緩衝區，上下兩村嘅活躍分子都唔敢過界，過界隨時會演變成打架，甚至集體打鬥。我哋訪問咗屬於下村嘅活躍分子。你哋呢班人敢唔敢上村買嘢？啱㗎。驚咩打？咁上村敢唔敢落嚟？有時即係落嚟俾我哋見到我哋，如果話見到我哋呢班咪冇落嚟全部瞓低，塊面變朱古力，即係點啊？俾人打耳窿。你夠唔夠膽由呢度經過即係葵涌新居上村，然後落去大灣口？咁啊，犯樹啲咯，認得咪唔好彩咯。呢個區最保守嘅估計咧，有幾多不良嘅青少年咧？就嗱，我就喺度差唔多2年幾啊。咁啊，以我哋以往嘅記錄咧，就拉咗好多都係青少年嘅少年人。咁啊，同埋喺現時喺度活躍嘅咧，我相信都有成1000人咁上下㗎啦。呢啲人咧，多數係幾多歲到啊？多數都係13、14歲啊，至到20歲不等嘅。警方為咗唔想公開呢啲青少年嘅樣貌，要佢哋面向牆壁接受查問。啊，18你咧？你咧？你咧？18。你打老高幾耐啊？嚇？1、2個月啊？阿姐你咧？姐點啊？嚇？你俾追幾耐啊？2個月。冚唪都係。你有冇食啊？我冇㗎，我唔食㗎。嚇？你有冇食啊？有。嚇？有。死幾耐啊？半年到啦。我哋想影下你哋，有冇問題？我哋曾經喺球場問過一班青少年，佢哋一係就避開，一係就唔認，會撩事鬥非。即係你哋唔會驚搞佢哋㗎？梗係唔會搞啦！大家住喺呢度，你屋企多咗部 HiFi 啊！嚇！大家住喺度點會搞佢哋啫？不過佢哋唔在場嘅時候，同佢哋一齊玩嘅女仔咧就咁樣講法。但係你哋嗰啲男仔會唔會即係打人哋㗎？會啊，會啊。咩情況之下打？唔妥咪打咯。唔係生口面啊！係啊，生口面啊！咁我生口面啊，你有冇打？因為你小心啲啊，所以一陣你要小心啲㗎啦。真係咁啊！而家就分口分面就死。真係咁恐怖？你頭先話咧，你會打人哋邊啲人打？嗰啲你啲男仔啊？唔妥咯！你同嗰個女仔唔妥，咁我嗌交上嚟，一係打交咁咯。令到葵涌村居民惶恐不安嘅，主要係嗰啲無所事事、多少依憑住黑勢力嘅青少年。呢一班青少年係屬於葵涌下村嘅，佢哋話自己冇治好。如果人齊呢，佢哋一共有20幾個，年歲由13至到20。佢哋多數冇讀書，又冇做工，好似其他邊緣少年一樣，佢哋喜歡食煙、講粗口，有撩事鬥非。究竟佢哋一日流長點樣度過嘅呢？咩啊？過嚟啊！喂，過嚟啊！咁周圍玩咯，即係見到乜就玩乜咯。舉例啊？例如見到人就撩咯。咁如果人哋唔俾你撩咧？唔俾你撩，即係又覺得係串嘅咧，咁咪打咯。咁你平時喺村裏邊即係有冇啲即係破壞行動啊？一時時啦。講真。有。點樣破壞法？即係見到乜咪玩乜咯。即係譬如見到即係通街有嘢玩，又可以攞嚟玩。人哋啲檔喺度搞咯。即係見到生果檔又攞嘢食，又唔俾錢，咁咪走咯。有冇去超市場偷嘢？有。
佢哋有時喺村裏邊玩悶咗，就會去第二條村玩。拍攝當日，佢哋就去到附近嘅麗瑤村，點知就喺麗瑤村撞到兩個佢哋想打嘅人。睇住啊，豬頭餅！喺上面睇好。我哋啊你。扮腳軟。全部企晒度，上嚟踩大線，上嚟踩大線啊！追逐咗一輪，結果呢係講數和解。呢一班青少年通常都冇錢，有部分因為離家出走，所以有時一日呢只係食得一餐。佢哋講有時冇錢食飯，就去附近嘅街市度偷，然後上天台打邊爐。嗰啲火水爐、火鍋、筷子等等呢，都係偷翻嚟嘅。晚上就喺天台嘅水箱底瞓覺，男男女女大被同眠。睇到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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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睇到啦。我哋訪問嘅不良分子，絕大部分都係喺球場認識，跟住呢就隨波逐流。你哋喺邊度識得佢哋班人嘅？球場咯。喺球場識，係咪由細玩到大？唔係，即係年紀前識嘅。喺操場識佢哋，就我嗰時同兩個朋友一齊，咁佢哋有兩個人咯，咁走過嚟咯，傾下咪識咯。球場本來係運動嘅地方，喺葵涌村呢，球場係邊緣少年嘅招募站。冰封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葵涌村一位社工同我哋講，22年前呢度入伙，就似乎已經注定有今日咁嘅局面。佢話村內嘅居住環境以及家庭嘅結構，直接破壞父母同子女嘅關係，青少年對家庭都冇歸屬感。喺葵涌村，就算唔中意落街嘅人啊，都似乎要靠落街先至可以呼吸下新鮮空氣。居住環境擠迫係主要嘅原因。吳先生一家以前係水上人，仔女多，一家8口住喺一個只有129平方尺嘅中房。佢哋屋企擠迫到連一個衣櫃都擺唔落，煮飯、食飯、睇電視、做功課、瞓覺，甚至沖涼，都喺呢一間咁細嘅斗室。擠迫情況可以想像。白鴿籠咁大嘅居所，令人難以忍受。好似吳先生一家嘅居住環境喺葵涌村極之普遍。村內精力旺盛嘅青少年當然都唔甘心留喺屋企，佢哋大部分都中意落球場玩，而球場呢，正係黑勢力招兵買馬嘅地方。弟弟妹妹啊，你哋中唔中意留喺屋企㗎？唔中意。你咧？點解啊？熱啊！悶咧。過去幾年，葵涌村一部分比較有錢嘅住戶都搬咗去新嘅屋邨，房屋處就將空出嚟嘅單位分配俾居住擠迫嘅住戶。目前葵涌村有好多嘅住戶係有2個單位嘅，可惜多數都係相隔好遠。張先生一家11口，有2個老人家，1個仔，6個女。以前佢哋一齊住喺第32座3樓。幾年前，佢哋申請到另一個單位係第22座7樓，於是問題呢就產生啦。因為啲區份又複雜喎，咁咧一睇落去咧，有陣時咧好多一班2班咁啊，飛仔飛你咁喺度，咁啊就算我個女過咗去啊，我嗰晚唔使瞓啦，係咪啊？咁我點知佢出咗街未啫？嗰邊度有冇人喺度瞓都唔知㗎啦。如果我哋你過咗去就係嘛？呢一家人就決定俾2個老人家搬去另一個單位嗰度住。佢哋每日2次來回32座食飯，食完飯就翻去22座瞓覺，每次來回需要45分鐘。2個老人家已經80歲出頭，每日要撐上7樓2次，真係筋疲力竭嘅。2個老人家嘅犧牲